将立主其志，基主为之道，必干干历史，抗主外，温有三人言。第二章刘下辉为术士，三出人外，主未可以其好，话必得历史人。因往而不三出，往得而殊人，何必弃父母之邦？第三章，直经讲太空之外，若贵事，则我不能，以贵命之间太子，或我乐意，不能用也，空自行。第四章，这人退儒家，归还主受制，三日不调，空自行。第五章，初讲则有这里个空自外，风气，何得之衰？往者不可干。来者犹可对，义理，今之将正者代理，空自下，欲无之言，处理必之，不得无之言。第六章，中书结得五日经，康主各自，书主罗本边言，中书话，夫一无者为谁？主罗话为康母，话是罗康母有，话。是呀，或是地点义，文有结列话，主为谁？话为重要，话是若空母之道有，对话言话，者。天下皆是也，你随以一事，请你有记将避人之事也，去了将避世之事在，有理不抓，主罗行一个，夫主不然话，渺小不可无当管。我为私人之道有，你谁有？天下有德，莫不一也。第七章，主罗将离好，故众人以中
二条诸罗文化，主见辅助学，良人话，素体不勤，我国不分，学为辅助。是记中日文，诸罗讲日日，指诸罗上，大家为私日私字，献祭日主言明日，诸罗行一个，诸话问家样，诸罗关键字，即即行义。诸罗话不思不议，中有之者，不可讳言。君臣之义，如之何机会之？欲结其心，离乱大乱，君子之事也。行其义也，得之不行，义之是义。第八章下面譬以小者无重，伊个夫中留下灰少年，主话不讲其志，不了其心，譬以小者无，为留下灰少年，讲之若心意。言中论，行中路，基础的意义，为固中意业，稳固方言，心中清，会中观，我则言有事，无可无不可。第九章，太史志。色泽，阿换干，色草，三换了色彩，四换款色情，讲方式日有和，报德母日有限，小书阳吉强相日有害。第十章，周公为老讲话，君主不思其亲，不属大臣，还何不义？国救无大国，则不其也；无救必有一人。11章，周有八事，撇大。撇款，中出中出，小亚小下，贵水贵洼。